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，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要做的，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貂蝉泠灭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卧龙之女必属于我，那就杀了他。